主后2023年2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正面的人生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35章16节到29节。因对彼得利出发，离开以法他，还有一站路的时，累计吹阵，毋久懒散。伫伊生甲真艰苦的时，产婆对伊讲：毋免惊，你阁生后生啦。伊临终开要长的时，甲即个囡仔号名叫做便俄尼，毋过囡仔的老爸甲伊号名叫做便雅悯。日结时，埋葬伫去以法他的路边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伫雷结的墓顶徛墓牌，到今仔日还伫遐。雅各阁出发去住伫伊迪塔。雅各住伫伊迪塔的时，路边去甲伊老爸的细姨彼拉做伙困。雅各嘛听到即个代志。雅各拢总有12个囝，利亚的囝有雅各的大囝路边，以及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雷结的囝有约瑟甲便雅悯。雷结的女婢彼拉的囝有但甲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婢色帕的囝有加得甲阿瑟，这个是雅各伫美索不达米亚生的囝。雅各来基列阿巴的万利，伊老爸以撒遐。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，阿伯拉罕甲以撒捌伫遐寄居。以撒一生活180岁。以撒年岁老，食长岁寿，平平安安返去伊的祖先遐。伊两个囝以扫甲雅各，甲伊埋葬。以上。正面的人生，即个民族为囡仔号名，拢有特别的意义。伫阮原住民，搁较是安尼。过去我的汉名叫做李浩成，李是外来政府互我的汉姓。老爸为着遵守政府的政策，为阮兄弟仔的名中间的字取做忠孝仁爱，后面是成。老爸为我号名孝成，是希望我孝顺搁诚实。总是我还有一个名，就是已经恢复的原住民族名国山悠耀。我捌问老爸，为什么我的名是国山？老爸讲，是因为想到当时日本人战败投降。讲起来，我原本并无真意爱即个名，总是现在详细想啊想，我幸福伫主的面前，诚做主的仆人，减也毋是老爸为我号的名所带来信仰意义是无？现在真侪兄弟姊妹看到我的名，拢改读做高尚的牧师。之前我们要用高尚的生命品格做目标，努力迈进。咱爱用高尚的生命品格做目标，努力迈进。所以我的名也对导航的意思变成顺服主甲高尚的生命意义。累计结婚后，捌因为无生囝，
对翁婿雅各讲：你互我囝，若无我要去死。吕格为着想生囝，竟然遮尔愁眉苦脸。后来上帝带领吕格，互伊怀孕生囝，伊就讲：上帝除去我的见笑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瑟，讲：愿上主阁加添我一个囝。呾上主阁赐互吕格一个囝，算是完成伊的心愿。不过，这个囝是伊用性命换得的。吕格拼性命生这个囝以后，甲伊号名叫做便俄尼，意思是我可怜的囝。偌久伊就懒散死。总是雅各甲这个囡仔改名做便雅悯，意思是正手之子，也是南方之子，也蒙福之子的意思。对雅各来讲，这囡仔的出世是带互家族祝福，因为伊的诞生拄好是上帝爱因全家往南迁徙的时刻，所以这个囡仔的出世是带着祝福的意义。雅各为了纪念上主的赐福，将囡仔的名对愁眉苦脸之子改做蒙福之子。吕格对伊的人生哪像袂满意，可能是当时的社会中，妇女并无甚物地位，只有透过生囡仔才有立足之地。就亲像过去封建社会共款，妇女爱靠生囝才当证明家己存在的价值。总是吕格为着安尼赔上性命，安尼的代价是毋是伤悬啊？真侪时阵，咱对所拥有的福气，常常会感觉袂满足。明明已经得到真侪，却还希望会当得到搁较侪，结果往往爱付出搁较悬的代价，实在是算袂好。咱所求的是想要，也是需要的。箴言20章25节讲，毋通随便讲，这是要献互上帝的物，才免下完了煞后悔。上主所赐的，超过伫咱所求所想的。当咱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所有代志时，毋但会互咱的心情改变，对身躯边的人也是一种祝福。默想，我安怎面对现在的生活呢？对伫身躯边人事物的变化，我安怎用信仰看待？我安怎面对现在的生活呢？对伫身躯边人事物的变化，我安怎用信仰看待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我要感谢你带领我的人生，无论伫悬山顶还是山谷骹，拢有你的引带。愿你赐我智慧和美善，互我的生命态度真侪志上美好的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